抗病的人好喏，就爬台北101，或者101搁再冲起来。新正车山的观景台游客人数是超过8800人，是疫情以来上界多。不过，其实台北的10大热门景点，去年台北101则排伫咧第2，第1名是西门町。票买咧，想要上台北101观景台游客，伫流浪头前排甲落长，来到89楼的观景台，人是吵，因为顶个月底，美国家汉抗病歌手安尼克斯霍洛迪点半钟完成车手爬上台北101，互真侪国内外游客指名要来遮。中南部的民众嘛要来看101有偌悬。对老一辈的人来讲，他就是前阵子看到 Alex 有攀岩，所以他们就会特别的有感觉。他到楼下就看，往上看就这是要安那北啊，身临其境的感觉不一样。对，这小朋友都会问说，101啊可不可以上去啊？对，到现在都没有来过这样，有被影响到？没有想要学习它？想真的哦。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中昼伫面册写讲，前一天初三参观观景台的人是疫情了上新的观点。伊下晡来到观景台分汤仔饼感谢民众，讲过一日破8800人次，比去年过年加1000外人。伊强调讲，伊即届真正是要来遮写票的。我说总经理这个数字，他说对，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了，基本上是这个没有了中国客人之后呢，就没有这个数字出现了。他们都是买票上来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真的就是谢票。根据观光署去年1月到11月的统计，台北市前10大热门的景点，101是排第2，有7190万人来参观。第1名是西门町，将近101的人倍，超过2361万人。不过今年初伫极限抗病歌手霍洛迪的加持之下，101敢有可能伫今年变作台北市上热门的景点？外界拢在观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